乾坤莫山在，仰天长叹路漫漫，前生今世本无奈，常怀一笑红尘外，难保糊涂自由在。难道糊涂又在？难道糊涂山在？又在山在？繁华日月天地转，人间沧海成悲哀，是非恩怨何处断？却看乾坤莫山在，仰天长叹路漫漫，前生今世本无奈，常怀一笑红尘外，难道糊涂自由在？坐轿，知府大人到。卢大人，请。这边请。老爷，知府大人到了。来了，慢点，快来，快来。下官不知大人驾临，有失远迎，罪过罪过。来来来，里边请。哎呀，马大人，府邸可真不小啊，我可以随便走走吗？行行，下官给您带路，请。老爷，老爷，哎，老爷，您快去看看吧。是啊，哑巴在闹学堂都乱了套了，您快去看看吧。卢大人，您稍后，下官去就来。马大人，这哑巴竟会闹学堂，本官倒想见识见识，能容我一起去看看吗？好，卢大人请。好。请卢大人这边走，这边。叫你们来抓人，看什么热闹？是。哑巴背背我。这哑巴是什么人呢？是我。是这样的，大人，他妹子许给下官做五房，可是说话也不算话。待我用轿子去接人，他早已没了踪影。哼，见不到姑娘，我就抓他哥哥，看他往哪儿跑。哎，老爷，这位请。来，哑巴给我们画画，哑巴别走，哑巴哎呀，你别转，快叫他们进去！哎，好，快，来，好了，别闹啊！来，跟我接上课去啊！上课去。
马大人啊，你得不到妹妹，抓他的哥哥又有何用呢？你是堂堂的朝廷命官，私设公堂，按照大清戒律是要治罪的。哎呦，马大人，怎么了？牙疼？不，陆大人说的对，去擒不成，抓他的哥哥有何用啊？马大人用心良苦啊！我看用什么法子才能让他把妹妹主动交出来呢？真的吗？当然了。哎呀，好，大人请花厅说话。好，请。陆大人请。好，请。把哑巴带进来，快点！哎呀，马大人，这哑巴不会说话呀？没事儿，他会识字，写字给他看就行了。哦，那就拿笔墨。来人呐，笔墨伺候，快点！大人请。好。来。马大人治理扬州劳苦功高，令妹待子闺中，千里挑一，郎才女貌，天作之合，何其乐哉！马大人，你看这么写行不行？好。来。过来，不是，马大人，这样写如何？既然如此，就请令妹回到扬州来，行吗？好。什么呀？马大人。对，马大人，他的意思是不是他要做什么？这什么呀？马大人，我看出来，他的意思是想要一张纸。拿纸来。大人，他，马大人，
看着就是了。哎呀，陆大人他是。他画的什么呀？哎，嗯，让他画，切，切切。这好，切。哦，切。这你看得懂吗？没看懂。哦，那就到画室找个画师来嘛。不用找了，我家有现成的。小孩的教书先生就会画画。那什么，你过来，过来，皇上，快！大人有何吩咐？那个啊，你把这些画仔细看一看，说出一些道理来。能让我知道这个中的缘由吗？我说你们这些个穷酸就会绕弯子，让你说这些话你就说这些话，你说什么缘由啊？不，我是想知道，大人是想考这个哑巴到底会不会画画呢，还是什么别的意思？哎，黄先生问得好啊。我看这样吧，你把这些话仔细看懂了，是什么意思，给我们讲清楚啊。好，我明白了。啊，周大人，这边坐。好。上茶。卢大爷请用茶。好，老爷请用茶。大人请。好，黄先生怎么样了？大人，我可以说了吗？哦，说吧。大人您看，这第一张画上说呀，我爹呀是方圆百里出了名的小气人，他连放屁出宫都不爱出家门。哎，这可是有个说道，叫做家财不外送。他的屎啊，就连狗他都不让吃。就这意思。这张画上说的是，老爷您是个仗义疏财的人，姑娘爹就是看上你的钱，他想把女儿当做摇钱树。大人，这画的还真像我呀。说的是你，这画的当然像你了。好，有意思啊。接着说下去吧。哎，这一看就懂，还用说吗？啊，马大人，你看懂了吗？看懂了跟我说说。不懂。那黄先生，你接着说吧。是，大人。这最后一张画说的是这姑娘已经有了婚约，为了老爷的钱财，他爹就将原先的婚约给撕毁了。受骗的男家正连同马大人一起上告呢。什么？告我？是的，没错，告你。这上面没画我呀。哎，您看，这个瘦老头后面是衙门的招牌，就是他的靠山。这个靠山就是马大人您呢。什么？他靠我？我有什么好靠的？
您看，这上面写的强娶民女，指的就是麻大人您呢。所以啊，人家要告你麻大人伤风败德、强纳民女、仗势欺人什么的。这画上什么也没有啊，让你说出这么多事儿来。哼，黄先生，你给我滚！大人，我告辞了。我叫你滚，你快滚！哼，真是岂有此理！竟敢！麻大人，大人有何指教啊？指教谈不上，恐怕强纳民女，这可是犯了官家的大忌呀。是，陆大人，您听我说，我麻三贵天天出门。不，一天都没出门。反正有我的妻妾给我作证。你们说是不是啊？那么，是哑巴的话有问题了？对，哑巴是在那胡乱画的，他想诬告本官，他穷的想讹我的银子。来人呐，把哑巴给我拖下去，家法处置！给我家法处置！走，慢。马大人，哑巴非家奴，恐怕如此这般，就会坏了你的清明啊！你说呢？大人说的极是。放了哑巴，免得把柄落在人家的手里。真要是哑巴告到衙门里去，你说这状子我是接还是不接呀？谢大人指教。把人放了。是。来，请。板桥啊，你什么时候学会了这么一手啊？哎呀，大人，这是逼急脸没办法，这会胡乱比划。你可真是一个聪明人呐，卢大人，多谢您的解救之恩呐！哎，不用客气。皇上的边鼓敲得也好啊！你赶快到玲珑山馆去，诗画展的事还等着你呢。遵命，大人。走进去。好啊，这才好呢，才解气呢。这叫狗咬虽跑，空欢喜一场。老爷，来喝口水漱漱口啊。老爷不但要漱口，身上的衣服也要扒下来。对，要不上床啊，熏死人喽！哎，我说老爷呀，你身价这么高，排场这么大，堂堂的扬州府啊，你找什么样的黄花闺女你找不到啊？就是啊，你却偏偏的找一个有了婚约的这
儿搅和呀！这说出去，这丢人呐！死人了！哎呦，我们这你呀，你呀！呸！哎呦，可不是嘛！大姐说的没错，老爷呀，你这不是丢人吗？你说让我们怎么做人呢？你真是的，老爷，可真是没办法了。哎呦，我饶不了你！我告诉你说啊，就是你那小二舅子不老实，成天到晚的到外面去惹事儿。哼！我今天非把他送上西天去！哎，大姐，不可以！你饶了他吧！干什么？拉住他！他要杀我！饶了他吧！大姐，非让你上西天！大姐，算了吧！大姐，干什么呀？大姐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啊？怎么了？动口不行，还动手了？哎，这还拿着剪刀干什么？吴先生，我给吴先生倒茶去。哎，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走开！我跟老爷有话要说。大姐，啊，好，那吴先生您先请坐啊。吴兄啊，你来的真是时候，要不然要不然怎么着？你把他们都休了不成？哎呀，这娘们儿就是娘们儿，没完没了的吵闹，无休无止的纠缠。这是他们的天性，吵过了，骂过了，也过去也就过去了。哎，你呀，要都记在心上，不把你累死才怪。一个大男人，别一般见识。哼，你真是个铁嘴，死的都能让你给说活喽。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哎，明年的官盐能让我充多少？你给个数，我好去筹划。哦，你盯得真紧呐！我刚刚上任不久，得让我缓口气儿。这官场上我得看个究竟，才好行事啊。马兄啊，我当初帮你走巡抚院门，你是怎么答应的？莫非你都忘了不成？哎，哪里，子坤兄对我的恩德，我马某是不会忘到脑后边去的。放心，我亏谁也不能亏你呀。有你这句话呀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哎，那个啊，哎呀，哎，这郑板桥的画，你怎么能乱丢啊？啊，是什么郑板桥啊？你说什么郑板桥啊？扬州谁人不知的大画师郑板桥啊？你说什么？这是郑板桥画的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他在这上面留了自己的名字，这还有假呀？我看看，哎，你看，看这儿，这儿，还真是他呀！你怎么了？这郑板桥怎么会到你家呀？哼，我被郑板桥给耍了。什么？你要是被他耍了，那可是你的福气呀！平时你就是找他呀，兴许他还不搭理你呢。哎呦，我说你就别笑话我了，这事我怎么越弄越糊涂啊？哎，来，你说给我听听，我来给你啊解八卦。哎呀，来啊！伯爷啊，请各位赏脸。我们几个已经好久没有聚会了，难得解馋，我带他们谢过。客气啊！大家请坐啊，请。今天我们兄弟略备薄宴，一来呢是为了各位画师的聚会，
二来呢，是为了板桥昨日给马三贵摆的那个八卦阵。对，这个八卦摆得太好了。不，还是黄慎兄解的好啊。板桥兄太过谦了。来，大家同饮此杯。好，来，好，干。慢，请慢。知府大人，请。请。各位，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号称白衣山人、字画誉满福建的李方英李大人。不敢，李大人。我来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高翔、王世慎、黄慎，郑板桥、金农。久慕各位大师的盛名，和各位大师神交已久，今日能在扬州府和各位相会，实乃是三生有幸啊！妙啊！我们扬州又多了一位不是扬州人的扬州画师啊！来，坐，斟酒。一来是为了各位大师在此相会，二来呢是要感谢李方英大人去京途中专程前来参加诗画展呐。本官要敬各位3杯。好，干！好，干！来，子贵兄，来喝，好，喝。这个哑巴姓郑，我要娶的那个女子姓王，那他们就不是一家子了。妈的，这个郑板桥，他不是戏弄我马三贵吗？搅了我的好事，我非得给他点厉害瞧瞧。哼！哎，别！郑板桥装聋卖哑，倒是不必去追究，显得你同判大人度量太小了。不过贵府的那位教书先生，倒是需要你真正的防着点。他叫什么来着？黄慎。黄慎。没错，你认识他？你三贵本事不大，怎么净教学体面人物？哎呀，你瞎说什么呀？黄慎一个穷书匠，称得上什么体面呢？你不知不为过呀！我告诉你，这个黄慎呀，是当今扬州地面上画山水画的。这个我家的黄慎，就是你说的那个黄慎。就是啊，那个瘦瘦的福建佬。说起话来是这样的，1、2、3，细就说不清楚了。你说的没错，这就新鲜了。那你说我防他什么呢？你看，这张老头出宫的画子，关键是这条狗。这狗怎么了？黄慎解的是家财不外流，他护了郑板桥。这狗身上画了什么？3个黑点点。对呀，你说的很好啊。这麻子只有金贵的3个，这不就是暗示你马三贵吗？哼！这个混蛋黄慎，郑板桥，来人呐！在。大人有何吩咐？你去到书房把黄慎给我叫来。黄先生到玲珑山馆去了。那你就带人到玲珑山馆把他给我抓来。是。慢。去吧。这马兄啊，你知道他到那个地方干什么去了？哎呀，马兄啊，你可真是会当官儿啊！玲珑山馆召集扬州的名画师，这是知府卢雅玉大人的旨意啊。你抓了人家，这不是要跟卢大人结怨吗？
那你说，我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被他们给捉弄了？大人要出这口恶气，那就得由我来安排。你快说。一个一个的对付。《孙子兵法》把它叫做分而击之。我去把那个小女子弄到手，哎，你去对付那个皇慎，那个郑板桥放在最后来收拾。那个小女子的事儿，你不要插手啊！啊，马大人诧异，你当我吴某欲夺君子所爱？不敢说，这是一朵我没见过的鲜花。嘿嘿，那小手，那小脸儿，嘿，鲜嫩鲜嫩的，就像一朵没开过的花骨朵。越是这样，那就越不能性急呀。你刚刚把人家吓跑了，藏在什么地方还不知道呢，一时半会儿他不会露头的。这二嘛，你家这帮妻妾呀，不让他们心里有个准备，你突然把个仙女搞回来，那后院不起火，那才叫怪呢。三，这三嘛，我听说那郑板桥在朝廷里交上了什么大……哎，你别说了，我听你的就是了啊。好，等风声一过，我瞧机会啊，把那小女子啊，神不知鬼不觉的搞到我那个小花园，来他个金屋藏娇。哎，你可不能碰他一个手指头。你放心，你是官，我是民，要真是那样，你对付起我来，那还不跟老鹰抓小鸡一样吗？真有你的，来，跟。大人言之有理，说的没错呀。你与扬州的话真是珠联璧合呀。是啊，我与各位神交已久，所以相通啊。卢大人，各位挚友，请留步，万生告辞了。仕途坎坷，官场如战场，你要多多保重啊。多谢卢大人的提醒。此番父亲候选，也是家父的安排，皇上的旨意。请各位放心，万生的乌纱是纸糊的，任他去留。无论何职，万生以卢大人为镜，尽心为黎民、为百姓做点好事。实在不行，就回乡侍奉家母，闭门习画。板桥兄，各位挚友，观其画如见其人，你我已心心相印，咱们后会了，后会了。李大人，一路顺风，多多保重啊！多多保重，保重，保重啊！保重，保重，李大人。皇上，您请。皇上，请。皇上，郑板桥的81幅青珠图，微臣已经装帧完毕。
看来云喜皇叔对郑板桥的评价甚高啊。是，皇上，您请看，郑板桥的81幅青州图，云喜亲王全部补写了诗句，真是锦上添花。我看到了，难怪当年皇祖南巡要去扬州啊。哎，明年开春朕南巡去扬州，你们看如何呀？皇上，启禀皇上，你带我去看看扬州如何？哦，杨画师也想去感受一下我中华的大好河山嘛。好啊，真要是如此的话，看来朕就得指派钦差先去扬州前站打点，你们看谁去合适啊？皇上，皇上，以微臣之见，还是派礼部尚书林殊比较合适。林殊？哎呀，不，该我了，该我了，这样下，我不是会骑的，这样，你不嘛，这样说要下的，下了不下的，这样，怎么样？哎，我把棋子放在这儿。不行，应该是这样的，在这儿的。那我来下，那我下，这样走。哎，我走，该我了，对不对？皇上驾到。皇上驾到，臣妾有礼了。都不必多礼，起来吧。谢皇上。谢皇上。你们都接着下，就像刚才那样。是皇上。朕不是说过了吗？要你们跟刚才那样无拘无束的。是皇上。哎，怕什么？来，下。你也下。来。哎，林爱妃。皇上。林殊。臣在。她不是你妹妹吗？禀皇上，正是。爱卿。爱妃。长得可真是不一样啊！莫非不是一个娘胎生的？皇上，微臣一系家族仅有00天生丽质，好能献给皇上尽忠，这是上天恩赐我们林家的福分。你们接着玩，接着下吧。难得爱卿一片孝心呐！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，朕要去南方巡查，朕就委派你做全权钦差，沿途前站打点。遵旨，臣叩谢皇上。不必了。李善，皇上，你看到了吗？嫔妃对弈，爱卿与朕就此情景，呈上一画来。臣遵旨。千岁爷，皇上要南巡，您知道吗？哦，
何时啊？明年春天，具体时间还没说。前站打点是礼部侍郎林殊。是吗？看样子，李大人你也动心了。我很想去吴地，尤其是扬州，那里文人墨客云集，书画富甲天下。秦王是见过郑板桥的画的，我真的是很想去见识见识。宫里有人散布说，郑板桥不过是标新立异，非正宗画派推举之人。你也知道他们的势头不小，你还是先看了以后再说吧，尽量少说话，别讨皇上的不悦。多谢千岁爷的提醒，臣定小心谨慎。秦王爷，扬州来的书信一封。哦，郑板桥。李大人在，还真让你给猜着了。郑板桥不愿意来京。皇上，御画师李善求见。哦，让他进来吧。这有请李大人。臣李善叩见皇上。爱卿，平身吧。谢皇上。皇上，臣遵旨绘得嫔妃对弈图一幅，请皇上预览。好，你坐吧。谢皇上。画得不错，安然悠闲。朕难得看见他们这么悠闲呢。谢皇上赏识。皇上，微臣还有一事相求。哦，爱卿有何事相求？说吧。林大人即将打点圣上南巡事宜，朝廷上下皆知。微臣意欲一同前往扬州，不知皇上意下。扬州？想起来了，爱卿的家乡就是扬州。是，微臣的家乡是在扬州，多年未归，不知扬州变化几许。如能回去，也好向同门画师多多请教。那批扬州画师上次在京城可是大出风头啊。是，你去找到他们，顺便考察一下，看看他们的画技近来又有多大的长进了。启禀皇上，臣想请皇上下一道圣旨，臣去扬州欲收集一批扬州画作进宫，不知可否？那好啊，该收藏的作品收藏起来，该推荐的人才你就推荐上来。皇上，扬州的画派并非正宗，有人说他们是旁门左道，微臣唯恐。有人自视正宗，朕都知道。爱卿，你就前往各地广纳贤才，不拘一格，不要有任何的顾虑。臣领旨。
本是缘分，相知不容易，何必在乎爱与恨？留下一段真情，彼此都拥有，天长地久才是真。相爱相随到老，陪伴度一生，岁岁月月情更深。经过多少坎坷艰辛的旅程，别那风吹的离分。今生难得有情人，能知我心的伤痕，抚平我忧郁的苦闷。今生难得有情人，给我快乐和安慰，让我陶醉不后悔。春去秋来有机会，珍惜永久的依偎。今生难得有情人，今生难得有情人。